好，啊，即马即个进入即个第三段啦吼，老生犹在啦吼，就是咱今仔的题目吼，老生犹在吼，即个百外年的报纸有啥物新气象啦吼？咱咧讲即个时代咧变吼，即10年吼，我想即10年、20年的变化是介大啦吼，主要是技术上的啦，技术上的变化介大啦。咱吼教育广播伫差不多5年前来做即个户口印刷机吼，可能无5年啦吼，差不多5年。主要的目的就是即摆囡仔人拢无看过啊，即摆囡仔人吼，你莫讲印刷机无看过啦，伊连报纸都无啥机会咧看啦吼。咱较早咧讲即个，较早即个国校的教育啦，讲爸爸早起看书包，歹势，即摆无啦，即摆起来拢滑手机啊，无人咧看书包啊。是，报纸无看过，咱会知印刷机咧。但是你若做互耍吼，有耍过，有这个印象，有这个历史感啦，这是创新的部分啦吼。这个历史材料吼，因为教育广播，你看百万年的报纸是真宝贝，所以阮嘛有办一寡展览啦吼，就是讲这个巴克的牧师，伊较早去过啥物所在，坐过啥物交通工具啦吼，对迄个报纸内底找迄个故事啦，伊去坐牛车啊，坐即个去山区的所在，坐迄个阿米桥吼，就是原住民光桥，啊，互因行，互因即个坐迄个桥安尼爬山去哩。吼，足济，佫有坐牛车吼，坐牛车，佫是牛车面顶困，啊，拢去，阮着真正去即个草地所在去借一台牛车来啦，吼，咧摆伫教育广播社的门口啦，做一个展览，吼，面顶佫有一个探金寮啦，吼，探金寮啦，吼。啊，有人个反映铜金寮就听无，探金寮就较听有啦。原来就是即个半暝啊，出去巡产水啊，迄个巡气温的时阵吼，啊，困伫牛车面顶，所以探金啦吼。啊，牛车面顶有一个草仔厝安尼吼，牛车牛咧四界去安尼，四界困。讲着吼，这20年变化足大是啥？是网络啦吼。我会记得我咧读大学的时阵吼，迄阵咧。佮用拨接啦，吼，有一个数据机，安尼，叫的吼，才会连线啊吼。你若手提电脑头前较法度上网络啦吼，但是即马吼，你个手机摕来拢四 G 用啊嘛吼。所以即个报纸吼，咱教育广播用纸本的方式来印刷吼，可能你接触到的人吼，可能较长辈啊啦，吼，那这少年辈无咧看报纸，哪有时间甲你掀报纸啦？啊吼，即个报纸，但是咱纸本嘛是爱出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纸本要出，啊，你网络搁要出，啊，甲新的人、新的器具，啊，而且即个网络变化遮紧，吼，即个设备拢一直更新啦，啊，这是在正常一个真大的负担啦，吼。但是我感觉这无啥啦，这是你若肯做代志，你若去募款去讲你想要做的代志吼，这嘛是有法度啦。只是讲可能骹步无外口的企业遐紧，但是嘛是有法度一慢慢转型啦吼。所以阮即马有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啦吼，你使去网络面顶找啦，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啦吼。啊，这有脸书粉专啦，嘛有母体的网页啦吼，拢会使找得到啦吼，是一个赞的啦吼。啊，讲即个网络人权的议题是啥呢吼？就是网络其实毋是无好哦吼，咱即马咱较早拢爱讲你智商偌济嘛。感觉即马即个时代讲网络人权讲吼，迄个已经无效啊啦。你讲智商157哦，还是智商57、87哦，你会上网，智商吼都不会低啦，因为你实在足济物件拢伫网络拢找得到啦，你免特别巧啦，你较拍拼的啦吼，啊你有系统去找。你啥物知识拢找会到啦，吼！即马智商高已经不是一个在网络时代已经毋是问题啊啦，吼！所以教育广播来，即个好的报道吼，上大的问题是安怎互人看到啦，哦！啊伫网络大海啊吼，大海内底安怎看到你迄张报纸咧？吼，这就是需要大家帮忙支持啦，吼！若是你若看到即个台湾教会广播新闻网，吼，你若介意就饲一个赞的吼，啊你若无介意，你饲一个生气的吼，不离你甲饲啦吼，你饲的，即个别人较看会到啦，这是媒体的逻辑啦，媒体吼，即个网络的时代伊运作的道理啦吼，就是你有饲，别人才看会到啦，哦，甚至讲吼，
台湾教育公报吼，嘛有甲人权博物馆吼合作啦吼，然后是有做一寡实体展览啦吼，包括一寡人权议题吼，啊，佮行转来吼，就讲，但是吼，谁那讲你家己爱去试啦吼，因为即个网络即个平台吼，其实毋是遐通信任的啦，谁那讲咧？阮因为教育公报的即个坚持啦吼，所以有一寡话题甲关怀吼是有政治性无错，啊嘛就是关怀基层，但是这敏感的话题吼是有网络的审查的啦吼，这是有听人讲过，无家己拄过啊，阮有拄过啦，就是像伫即马上大的即个脸书平台哦，人来讲伊的迄个心在原理是啥啦吼？其实你真正因为吼，脸书即马是安尼，你若是媒体，你若要互人看到你的物件吼，你爱家己落广告啦。除非你是家己找来有市安尼算你捡着。但是你若讲吼，我希望吼1000个人看到，我希望有2000人看到，歹势你爱开钱啦。而且吼，这个钱毋是互你开了，你就帮你送出去哦。伊个会审查啦吼，就是有起一寡敏感字啦吼。你若是出现着，比如说，因为前一阵仔即个中国即个肺炎真严重嘛吼，就是武汉肺炎嘛吼。啊，但是即摆拢改口啊嘛吼，拢叫 COVID-19 嘛吼。但是你若用武汉肺炎去落迄个伫你新闻内底出现遮个字吼，伊审查袂互你过哦。这是阮家己的，当然爱有一寡保留的空间啦吼。可能毋是安尼啦，但是有可能是安尼，因为阮后来有甲迄个字换掉，啊，来试看卖，咱换 COVID-19 会过无？后来就过啊啦。但是这是一个经验啦，阮无确定100%是安尼啦。但是至少阮伫操作上吼，试起来有可能是安尼啦。啊，但这嘛真侪人讲啦，有兴趣家己去网络找资料。所以讲吼，上重要嘛是即个读者家己本身要有即个意识啦，讲你知影啥物媒体会使互你有营养的养分，你着爱去找迄个媒体报道来看，毋是等即个，毋是家己的即个接受知识的即个管理吼，就是交互即个媒体的平台，就是要用脸书即个社群平台来做家己做审查啦。因为你看到的物件拢是伊审查过，伊有意识，甲即个物件，伊可能有落广告的，有啥来放在你的面头前。但是咱作为一个读报纸的人，也是讲希望得到知识的人来讲，你要有即个意识，讲即个伊送互你的报道无一定无一定是有道理的啦吼。伊当然伊所谓的道理，讲伊背后有即个商业的道理啦吼，也是即个意识上的道理啦。但是吼，你若家己知影你要看啥，你嘛是遐来找啦。特别比如讲，你著爱找台湾教育公报，吼，你来看着用一个报道啦吼。啊，我嘛咧想一个问题啦吼，就是讲吼，即个公营的过去对教育公报来讲，到底是资产啊，是即个算是负债啦吼，负债啦吼。因为吼，咱知影即个，咱即摆听起来真介意听即个故事，就是民主时代拍拼去用压迫的故事，啊，去用天谴的故事，咱即摆爱听啦，爱听，但是爱听是爱听，但是迄阵的人来经营即个报纸，其实一个心痛艰苦的过程，是一个受到压迫的吼，即个心内其实无咱即摆想起来遮好啦，毋是好康的代志啦。但是呢，即摆教育公报敢搁敢安尼做啦吼。若是咱活伫迄个时代，你会知影迄个恐怖，但是咱即摆看迄个时代，咱就感觉无啥，啊，若感觉足好听的安尼。但是即摆敢像安尼无啦吼。啊，这嘛毋是无拄着，因为咱知影教会内底有真侪议题吼，甚至是变做社会议题，咧讨论的时阵，咱敢用即个开放的态度。比如讲，头一开始讲到的创刊的时阵，邀请大家来辩论，啊，咱真正来辩论啊，你敢看无？也是讲，即个辩论是，你知影即个路线。可能毋是大部分的人爱听，伊无一定是毋对的伊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人无爱听，安尼你要看无啦吼。伫较早吼，即个教会公报教会报纸吼，
教育广播是干那一间嘛吼。啊，近代吼，即个网络的教会报纸嘛是有。哦，啊，1965年嘛有诚大个纸本的报纸嘛创刊，啊，这个报纸后壁拢有诚贤的人伫经营，啊是讲伊诚贤的人的意思是讲，伊会去知影讲市场的口味是啥，啊安怎做大家爱看，啊但是教会广播敢要行即个路线啦吼，这是咱爱思考的代志，也是讲咱要支持一个优质的报纸是爱行啥物路线啦吼，像头拄仔讲的。若是有一个即马社会议题咧辩论，吼，比如讲即个外国朋友来台湾做劳工的问题，哦，也是总讲即个甚至是即个一寡认同的问题，咧辩论的时阵，咱有敢有迄个心态会当听别人咧讲啥啦吼？但是我想这嘛是教会广播会继续坚持啦吼，伊讲伫资源欠缺吼，但是百外年来教会广播就是安尼。行过来啦，吼！啊，我是像讲一个较正面的结论嘛，是应该安尼啦，吼。但是咱咧会记哩即个时代物件啊，即个标语吼，即个 slogan 是有意义的啦，吼。啊是嘛是原上帝纪念讲即个报纸咧做遮个代志吼，希望会互台湾社会吼得到济利益啦，吼。啊，最后嘛是爱。邀请大家啦吼，你咧用脸书的啦吼，咧网络的啦吼，你咧拍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啦吼，啊你咧，阮就是逐礼拜吼，拢有咧出刊啦，啊有教会内底有教会的消息，教会的新闻，嘛有即个社会新闻嘛吼，议题式的啦吼，阮希望吼台湾即个社会愈来愈好啦，啊。今仔日真欢喜吼，有即个机会吼来遮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啦。吼，无彩啦，无法度当面甲大家互动啦吼。希望后摆阁有机会，真多谢。